国内出现头一个非洲猪瘟，调查显示，这感染源可能是喷。就专家建议，应该要全面禁止各用喷来饲猪，上好是统一管理。不过，猪农就呼吁要提出配套，才袂等到害因成本增加。 台中无菜场猪只扑杀迄天，各当看到猪农因囝驶喷车离开封锁的现场。伫猪场内面嘛会当看到剩的喷，因为这个猪场无逐工拢传主喷的相片，嘛互各界拢真烦恼。烦恼这个喷，恐惊会变作即摆疫情的破口。专家嘛，搁一摆出来呼吁讲，各大应该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。90度 C， 然后加热1个小时，这个给猪吃就安全了嘛？不是水水加热90度 C OK 啊，可是今天如果是这样的物质，你加热1个小时，你有保证所有的肉块它的中心温度都可以到90度吗？使用喷来饲猪，互强调讲，这猪只拢是财产，为着安全，用喷来饲猪一定有用高温来煮过。嘛，真无奈讲，甲大一直拢无找出感染源，但是大家拢一直讲是喷的问题。伊表示当接受全面禁止用喷，但一定要有配套。 由台中市政府来做侦查中心，由台中市政府管理，袂使由任何一个私人的单位管理。恁感觉计小爱合理吼？这是有理可图，人唔才得要做侦查中心，无才要做。 专家指出，讲目前包括传统含高效的塔肥场、甚至连原厂含笋糖的生物处理，量会当应付1384吨的加护喷。但若是刷落来全面拢禁止用喷来饲猪，会另外加出731吨的事业喷，恐惊是无法度负担。认为第一期笋糖的生物处理会当先扩大容量。大部分是模组化。 自动化，而且甚至还可以是移动的哈。如果做短期的紧急应变，或许是有机会。环境部应该主动请他来协助。张丰庭认为讲，若用灯具去看，甚至能源含笋糖的设施，会当变作喷气化的资料。环境部应该帮助建立。另外，禁台禁温15天，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全国的猪农。中华民国饲猪协会的代表伫中昼左右，分别去立法院的民进党团和国民党团拜会，表达猪农面对的困境和需要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